今年交通安全月9月将伫全国各地展开，台南市政府为了呼吁大家伫日常生活来养成遵守号志、车底行爱有停让的开车习惯，建立以人为本的交通文化。所以提前邀请小朋友、学生、长辈以及资格驾驶等无同身份甲年龄的代表，共同宣誓保护行人的决心。9月份开始，同学要上课了，家长要接送了。早上这个尖峰时间7到9点中间，交通量又增加了。那交通量增加，不小心就会碰撞，因此呢，还是特别的呼吁。好，那一方面在这个我们警察执法人员方面也会严格加以执法，包括人力的执法，包括科技执法。交通安全月一项全国性的交通安全宣导，今年设定人本交通停让文化作为主题，市府除了尽全力打造好通行环境，也希望小朋友自细汉就有交通安全的概念，让长辈对交通安全有更深刻的认识。台南新闻管制采访报道。